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同每一位香港市民，無論係後生仔定係老友記，都息息相關嘅話題。大家有冇發現呢幾年身邊越嚟越多朋友身體有少少唔舒服，或者係大病初愈之後，都會選擇去睇中醫呢？以前大家可能覺得睇中醫係老人家嘅專利，又或者係要煲藥好麻煩。但係今時今日，香港嘅中醫發展真係可以用一日千里嚟形容。特別係最近關於將軍澳嗰間全新嘅香港中醫醫院，討論度真係高到不得了，簡直成為咗城中熱話。甚至有人話佢將會係未來香港最熱門嘅醫院之一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間醫院唔單止係香港第一間以中醫為主嘅醫院，佢仲打破咗好多以前大家對公營醫療嘅固有印象。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到底有冇得平，有冇得免費，同埋如果唔去將軍澳，我住喺其他區又有咩選擇呢？今日我就同大家嚟一個超級詳盡嘅懶人包，一次過同大家拆解呢一間新醫院嘅秘密，邊啲人可以免費睇醫生，以及同大家梳理一下全香港18區中醫診所嘅實用資料。既然係長氣少少嘅詳細版，大家不妨沖杯茶，坐定定慢慢聽我講。講開又講，其實香港人對中醫嘅需求真係好大。你睇下平時街邊啲涼茶鋪，或者係私家中醫診所排隊嘅人龍就知。但係長期以嚟，香港嘅公營醫療體系都係以西醫為主，中醫好多時都係處於一個輔助或者係私營嘅角色。不過，隨住2025年嘅臨近，呢個局面將會有好大嘅改變。我哋講緊嘅主角就係位於將軍澳百勝角路嘅香港中醫醫院。呢間醫院之所以咁受關注，係因為佢係香港首間由政府出資興建，然後委託俾非牟利機構，即係浸會大學去營運嘅中醫醫院。呢一個模式好特別，佢既有政府嘅支持，又有大學嘅學術背景，所以佢嘅定位係非常之高。好多街坊可能會問，究竟呢間醫院幾時有得睇啊？其實根據最新嘅消息，佢預計會喺2025年年底分階段投入服務。雖然話就要等到2025年尾，但係依家已經好多人報住想知點樣預約。點解佢會成為熱門醫院？除咗因為佢新之外，最主要係佢提供嘅服務真係好全面。佢唔係單單睇傷風感冒咁簡單，佢設有400張病床，大家冇聽錯，係有住院服務㗎。以前我哋睇中醫，通常都係睇完門診，攞2劑藥就返屋企自己煲或者沖粉，好少話有得住院。但係依間中醫醫院就會提供住院、日間醫院、門診等等嘅服務。講到服務，大家一定要留意，佢哋主打嘅係中西醫協作，即係話如果你係一啲比較複雜嘅病，例如中風之後嘅復康、癌症嘅舒緩治療，或者係一啲長期痛症，喺呢間醫院入邊，你可以同時享受到中醫同西醫嘅照顧。佢哋會有60%半嘅服務係由政府資助嘅，即係話收費會跟翻公立醫院嘅標準。呢一點真係非常吸引，因為大家都知，依家喺出面睇個出名少少嘅中醫，連埋藥費喐啲都要幾百甚至成千蚊一次。如果可以跟公立醫院收費，對於長期病患者嚟講，真係可以慳翻好多好多錢。咁具體嚟講，收費係點樣呢？雖然正式嘅收費表可能要等到2025年接近開幕先會100%落實，但係政府已經講明，當中60%半嘅服務係資助服務，收費標準會同醫管局轄下嘅公立醫院睇齊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去睇專科門診，首次收費同135蚊相若，之後覆診就係80蚊左右。急症室如果將來有或者相關嘅緊急服務，收費亦都係參考翻公立醫院嘅180蚊標準。住院就更加係跟翻每日120蚊呢一個價。對於好多老友記或者係有長期病患需要長期調理嘅朋友，呢個價錢真係非常有競爭力。你要知道，中醫調理唔係食一次藥就搞掂，往往係需要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嘅療程。如果每次都可以用公立醫院嘅價錢，條數真係差好遠。除咗收費平之外，大家最想知嘅肯定係有冇得免費先？答案係有嘅。政府係設計呢間中醫醫院嘅時候，已經考慮到基層市民嘅需要。如果你係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綜援人士，你係可以享有同公立醫院一樣嘅醫療費用豁免，即係話綜援受助人去呢間中醫醫院睇受資助嘅服務係唔使俾錢嘅。呢一點對於基層家庭嚟講係一個天大嘅喜訊。另外，除咗綜援，如果你係75歲或以上嘅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，雖然未必係全面，
但係政府通常都會有一啲醫療券或者其他資助可以使用。具體細節去到2025年尾開幕時，大家要再留意。但肯定嘅係，對於弱勢社群，政府係有兜底嘅機制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話：哇，咁正，咁到時咪排長龍？冇錯，呢個都係大家擔心嘅問題。雖然話有400張床，又有門診，但係面對全香港700幾萬人，條隊肯定唔短。而且呢一間醫院始終位於將軍澳，對於住喺屯門、元朗或者港島南區嘅朋友嚟講，始終係有啲遠。咁係咪代表如果我唔去將軍澳，就冇平靚正嘅中醫睇呢？當然唔係啦。其實除咗呢間即將落成嘅旗艦醫院之外，香港依家已經有一個非常成熟而且遍佈全港嘅中醫網絡，就係18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。呢個18區中醫診所真係好多人都忽略咗，或者係知佢存在，但係唔知點樣用。其實佢哋係由醫管局、非政府機構同埋本地大學3方合作營運嘅。每一區都有一間，即係話無論你住喺深水埗、觀塘、大埔定係中西區，總有一間喺你左近。呢啲診所嘅定位其實同將軍澳嗰間醫院有好大嘅關聯，佢哋係社區層面嘅把關者。我想花少少時間同大家詳細講下呢18區診所嘅運作同埋收費，因為呢個係大家即刻依家就可以用到嘅服務。首先，呢18區診所都有提供政府資助嘅中醫門診服務。注意哦，係有資助嘅。凡係持有香港身份證嘅合資格人士，去呢啲診所睇內科，包括診金同埋2劑中藥，收費只係120蚊。你冇聽錯，係120蚊包診金同2日藥。相比起出面私家，動輒300-400蚊，呢個價錢係非常之親民。咁你會問，120蚊都係錢，有冇得再平啲？如果你係綜援人士，喺呢18區診所睇受資助嘅門診，同樣係可以獲得豁免收費㗎，即係話綜援人士去睇呢啲區內嘅中醫診所係免費嘅。呢個政策其實已經實行咗好多年，但係我發現好多街坊都唔知，依然去睇貴價嘅私家醫生，或者係自行去藥材鋪執藥，其實真係好浪費。除咗內科，呢18區診所仲有提供針灸同埋骨傷推拿服務，不過要留意返，針灸同骨傷嘅資助名額可能比較緊張，有時需要排隊。講到排隊，呢個就係重點啦。好多朋友同我投訴話，我想睇政府中醫啊，但係打電話永遠打唔通，預約唔到。其實依家科技發達咗，醫管局已經推出咗一個手機應用程式，叫做18區中醫診所。大家可以喺手機個 App Store 度搜尋18區或者18厘米 Clinics 就會揾到。透過呢個 App，你可以即時查閱每一間診所嘅預約狀況。甚至可以直接喺 App 上面預約同埋繳費，唔使再朝早8點起身狂打電話，亦都唔使親身去排隊攞籌。不過我要俾個小貼士大家，雖然有 App，但係因為收費平，名額真係好搶手。通常啲籌係會喺每日嘅特定時間放出嚟，例如朝早或者下晝某個時間。如果你想預約，最好係預先下載定個 App，填好晒資料，一到時間就入去搶。情況有少少似搶演唱會飛。不過係搶健康。講返轉頭，呢18區診所其實唔單止係睇傷風感冒。隨住2025年香港中醫醫院落成，呢18區診所嘅角色會更加重要。佢哋會成為所謂嘅衛星診所，即係話，如果你喺將軍澳中醫醫院做完大手術或者住院治療之後，出院返到屋企，你唔使每次都頻撲返去將軍澳覆診，你可以轉介返去你自己住嗰區嘅中醫診所做後續嘅跟進。呢個就係所謂嘅分級診療同埋雙向轉介。呢個概念喺西醫就做得好成熟，依家中醫都開始行呢一套，對於病人嚟講絕對係好事。另外，我仲想特別提一提一班復康人士。政府早幾年推出咗一個叫做中風治療綜合中醫專科服務嘅計劃。如果有人不幸中風，喺公立醫院住緊院嘅時候，其實係可以申請中醫介入治療。有研究數據顯示，中風病人如果盡早接受針灸治療，對於佢哋嘅肢體活動能力恢復同埋吞嚥困難嘅改善係有明顯幫助。以前可能大家唔知有呢樣嘢，但係依家18區診所同公立醫院嘅聯繫越嚟越緊密。如果你身邊有親友中風，記得主動問下醫生或者護士有冇得安排中醫會診，或者出院後轉介去18區診所做中風復康方案。呢個服務係有資助㗎。對於長期復康嘅家庭嚟講，經濟負擔會減輕好多。
除咗中風，痛症都係香港人嘅大敵。無論係因為返工長期對住電腦搞到肩頸痛，定係老人家嘅退化性膝頭痛，中醫嘅針灸同推拿都有好好嘅療效。18區診所入面嘅醫師好多都係由大學培訓出嚟嘅精英，佢哋嘅手法同理論都好紮實，而且因為係教研中心，佢哋會有教授級嘅醫師駐診。對於一啲疑難雜症，佢哋會有會診機制。當然，如果你想指定睇某啲名醫，可能就要俾翻非資助嘅價錢。冇錯，18區診所係有分資助同非資助服務嘅。如果你排唔到資助籌，又或者想用好少少嘅藥，你可以選擇非資助服務，價錢會貴少少，但係通常都仲係比出面私家名醫平一截。好啦，講咗咁多關於醫院同診所嘅硬資料，我想轉個角度同大家傾下心態上嘅準備。點解香港中醫醫院會成為熱門？除咗平，仲有一個原因係大家對健康觀念嘅轉變。以前我哋係有病醫病，依家大家講究未病先防，即係治未病。中醫最強嘅地方就係調理身體，增強抵抗力。特別係經歷咗過去幾年嘅疫情，大家對肺部健康、氣管敏感呢啲問題都好關注。好多人好返之後都有長新冠嘅症狀，譬如話唔夠氣、容易話腦霧等等。呢啲問題照西醫 X 光可能照唔出啲咩，但係個人就係唔舒服。呢個時候中醫嘅調理就發揮好大作用。我都聽過好多街坊分享，話去咗區內嘅中醫診所調理咗2-3個月，食啲補氣養陰嘅藥，個人真係精神返好多。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身體有啲虛，但係又講唔出具體邊度痛，不妨去18區診所把個脈，了解下自己嘅體質。如果你準備去將軍澳嘅中醫醫院，或者去18區診所求診，我有幾個實用嘅建議俾大家。第一，一定要帶齊過往嘅醫療記錄。雖然話依家有醫健通，電腦可以睇到部分資料，但係如果你有一啲私家醫生嘅報告，或者係自己食緊嘅西藥清單，記得帶埋去俾中醫師睇，因為中西藥係有機會相沖嘅，你一定要話俾中醫師知你食緊咩西藥，佢開藥嘅時候先會避重就輕，確保安全。呢個亦都係香港中醫醫院強調中西醫協作嘅原因，安全係最重要。第二，要有耐性，中醫治療通常唔會話食一粒藥就即刻止痛，佢係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，特別係慢性病，可能要經歷幾個階段嘅調理。既然政府有資助，收費又相對平，大家不妨俾多啲耐性，跟足醫師嘅指示去完成成個療程。第三，善用科技，剛才提到個 app 真係要裝。除咗預約，佢入面仲會有好多健康資訊同埋天氣轉變嘅養生貼士，例如今日係霜降或者係大暑，佢會提你應該食啲咩，唔好食啲咩。呢啲小貼士對於日常生活都好有幫助。再講深入少少，關於18區診所嘅分佈，方便大家有個概念。港島區嘅朋友，東區醫院入邊有一間，灣仔鄧肇堅醫院又有一間，中西區就喺東華醫院，南區就喺香港仔賽馬會診所，九龍區呢，觀塘就喺牛頭角賽馬會診所，黃大仙就喺佛教醫院，九龍城喺何文田，油尖旺喺廣華醫院，深水埗就喺長沙灣政府合署。至於新界區就更多啦，荃灣、屯門、元朗、葵青、北區、大埔、沙田、西貢、離島，區區都有。特別係離島區，佢哋喺東涌都有設點，方便大嶼山嘅居民。大家只要上網打18區中醫診所名單，就可以揾到最接近你屋企嗰間嘅詳細地址同電話。講到呢度，我想特別提一下2025年呢一年。呢一年對於香港中醫界嚟講，真係里程碑式嘅一年。香港中醫醫院嘅落成，標誌住中醫正式納入香港主流公營醫療體系嘅核心。以前中醫可能被視為係另類療法，但係有咗呢一間醫院，中醫就有咗自己嘅大本營。呢間醫院仲會承擔起教學同培訓嘅責任，以後香港嘅中醫師會有更完善嘅臨床實習基地，佢哋嘅水平會越嚟越高，最終受惠嘅都係我哋廣大市民。對於年輕一輩，如果你對中醫有興趣，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遇。無論係做醫師、藥劑師定係護理人員，呢間醫院都將會創造好多就業機會。而對於老一輩，呢間醫院就係一個更安心嘅依靠。唔使再擔心長期睇中醫會睇窮家人，因為有政府資助，有綜援豁免，令到睇中醫變成一種負擔得起嘅日常保健。另外，
大家可能會關心住院嘅環境。據了解，香港中醫醫院嘅設計係非常人性化，會融入好多中國傳統文化嘅元素，環境會比較清幽，唔似一般醫院咁冰冷。因為中醫講求天人合一，環境對於康復都好重要。病房嘅設計會考慮到病人需要做床邊嘅治療，例如針灸、拔罐，所以空間感會比較足夠。而且醫院周邊嘅綠化亦都會做得好好，希望病人喺一個放鬆嘅狀態下養病。除咗治病，呢間醫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能，就係治未病嘅推廣。佢哋將來可能會舉辦好多健康講座、八段錦班、太極班等等。呢其實係社區健康中心嘅概念，即使你冇病，都可以去行下，吸收下養生知識。呢個對於應對香港人口老化問題係一個好長遠嘅策略。如果大家都識得保養身體，病痛少啲，公營醫療嘅壓力自然就會細啲。講返18區診所，其實佢哋依家已經做緊類似嘅嘢，好多診所都會定期出啲單張，教大家按穴位，譬如頭痛按邊度，胃痛按邊度。呢啲知識學咗袋落袋，終身受用。我有個朋友以前成日偏頭痛，食止痛藥，食到個胃都壞埋，後來去咗區內嘅中醫診所。醫師教佢按合谷穴同埋太陽穴，再配埋幾劑藥粉，調理咗肝火，依家真係好返好多，連止痛藥都戒埋。所以話中醫嘅智慧真係博大精深。至於大家最關心嘅配藥問題，依家嘅中藥房都好現代化，18區診所同埋將來嘅中醫醫院，大部分都會提供粒粒沖劑，即係藥粉。呢個對於忙碌嘅香港人嚟講真係好方便，加熱水沖開就飲得，唔使再睇火煲藥。當然，如果你堅持要煲藥材，佢哋亦都有提供代煎服務，或者你可以買藥材返去自己煲。不過依家嘅粒粒技術已經好成熟，藥效其實同煲藥差唔多，最緊要係準時食藥。有街坊問我，如果我住喺老人院，去唔去到呢啲診所睇啊？其實依家醫管局都有推行外展服務，中醫師會去到安老院舍幫老人家睇病。呢個服務喺疫情期間發揮咗好大作用。將來相信會推廣得更全面，所以如果你屋企有長者住老人院，不妨問下院舍有冇參加相關嘅中醫外展計劃，讓老人家足不出戶都可以睇到中醫。總括嚟講，香港中醫醫院嘅成立，加上現有18區中醫診所嘅網絡，正正編織緊一張強大嘅健康保護網。由2025年開始，呢張網會變得更加緊密，無論你係邊一個階層，無論你住喺邊一區，都可以享受到質素好、價錢公道嘅中醫服務。對於受資助嘅人士，特別係綜援家庭，呢個更加係一大德政，減輕咗好多生活壓力。所以我好建議大家唔好等到有大病先去揾醫生，依家就開始留意下你屋企附近嘅18區診所喺邊度，下載定個預約 App， 得閒去調理下身體。等到2025年，將軍澳間大醫院開咗，如果有需要，你就可以無縫接軌，享受到最先進嘅中西醫協作治療。健康係最寶貴嘅財富。以前我就成日講呢句，但係隨住年紀大，感受就越深。以前覺得幾百蚊睇個中醫好貴，依家覺得如果俾幾百蚊可以換嚟身體舒服，真係好抵。更何況依家政府有資助，120蚊就有交易，真係冇理由唔去善用呢份資源。最後，我想再重申一次，雖然將軍澳中醫醫院好吸引，但係大家唔好忽略咗身邊一直默默耕耘緊嘅18區中醫診所，佢哋係社區健康嘅基石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資訊有用，記得唔好獨食 ，share 俾你身邊嘅屋企人同朋友，特別係屋企有老人家嘅，話俾佢哋知有呢啲平靚正嘅服務，教佢哋用個 app 或者幫佢哋預約。今日講咗咁多，希望大家對於香港未來嘅中醫服務有個更清晰嘅畫面。記住，2025年香港中醫醫院約定你，而18區中醫診所就隨時隨地都喺度守護緊你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去到呢度。如果你對於申請綜援豁免收費有疑問，或者想知多啲關於18區診所嘅地址，可以喺下面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會盡量揾資料答大家。亦都歡迎大家分享下你睇中醫嘅經歷，有冇邊個醫師特別好手勢，或者有咩獨門嘅養生秘方，都可以喺留言區同大家交流下。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孭埋個鐘仔，咁下次有最新嘅醫療資訊或者着數情報，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啦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